大家好，我係通明。開門見山啦，我打算開一個群組，作為討論八字或者其他術數嘅一個交流渠道。呢個群呢會用 Telegram 去開嘅。呢個群有冇入群費？會唔會收錢？唔會，大家可以放心。不過我有咁樣諗過嘅，但係而家就唔採取呢個方案啦。我哋後面再講啦。但係呢個群呢，佢係有入群門檻嘅，係有要求嘅。大家而家可以碌落條片下面嘅描述欄嗰度，入面會有一份 Google Form，click 入去之後呢，會發現係一份小測驗嚟嘅。呢份 quiz 呢，總分最高分拍片呢一刻嘅時候呢，係7分，大家攞到3分呢，就為之合格。合格嘅話呢，我就會 send 一條入群嘅連結俾你，你撳入去呢，就會自動加入噶啦。呢份 quiz 呢，佢入面一半嘅問題都係八字，另一半呢係其他術數。因為呢個群除咗想吸引到一班學八字嘅道友之外呢，亦都好希望可以聽到其他術數流派嘅聲音。大家只需要登入你哋嘅電郵地址，然後作答，分數合格呢，我就會寄條 link 俾你哋噶啦。如果介意唔想用個人電郵嘅話呢，因為我會睇到，咁你哋甚至乎係可以開一個新嘅，用一個假嘅電郵地址都冇問題。我只係需要有一個一次性嘅渠道可以寄到嗰條連結俾你哋嘅啫。入群嘅安排呢，就講到呢度啦。咁點解會想開一個咁樣嘅群呢？原因就有兩個嘅，主要嚟講有兩個。第一個呢，就係我哋而家 YouTube 留言區嗰度討論呢，其實討論嗰個功能係有所局限嘅。我哋係唔可以上傳，即係去到目前呢一刻啦，YouTube 都唔支持上傳圖片啊，或者其他媒體嘅討論內容。咁可能大家即係有個命盤嘅時候呢，要打字打出嚟呢，就非常麻煩。流年流運啊、流月流日嗰啲都冇辦法打晒出嚟。有一個咁樣嘅外部群組呢，好似 WhatsApp 咁樣，大家 send 啲圖片咁樣，論八字嗰度一 cap， 跟住嗰度一 send 呢，就可以睇到，咁樣係方便好多嘅。第二個原因呢，就係而家 YouTube 嘅留言區好大都係一個公開場合，咁有啲字眼啊，有啲概念呢，就唔係好適合，亦都唔係好方便咁樣攞晒出嚟講嘅。可能係出於江湖道義啦，即係做人要厚道啲啊，唔好攞晒出嚟講。又有可能呢，係呢啲字眼太過敏感啦。咁有啲咩敏感字眼呢？我呢度就唔逐一舉例啦，大家慢慢聯想下啦。因此有一個外部場所呢，可以俾大家就算唔係暢所欲言都好啦，起碼叫做少啲顧慮，少啲掣肘。咁我認為對提升學養係有所幫助嘅。至於點解要用呢一個測驗作為一個入群門檻呢？嗱，呢度呢，有啲人可能已經起晒槓噶啦，即係會覺得，咦，你係咪想用一個把關人嘅姿態去審視我哋？你係咪想做大師兄？嗱，唔係啦，呢度呢，我講一講先。大家入到個群呢，就唔需要因為話我係開群嗰個群主咁，所以點點點咁。其實入到個群，大家一樣都係潛心向學嘅人啊，地位平等嘅，甚至乎有啲人即係學養遠在我之上咁啊。咁我要向翻你哋學習嘅。喺八字呢個範疇呢，其實我都係一個搬運工嚟嘅啫嚇，即係講笑咁講，我都係一個搬運工嚟嘅啫。偶爾就呻吟一兩句個人己見咁樣啦。不過呢一個入群門檻呢，我個人認為係有存在嘅必要嘅。就算你唔講水平啦，你淨係講嗰個學習嘅心態呢，都應該係需要篩選一下嘅。正如我頭先都提及過，有啲嘅字眼，有啲嘅概念係比較敏感，唔係好適合任何人都去接觸，或者係廣泛地流傳嘅。咁啊，輕則就即係會揭露咗人哋一啲嘅私隱啊，或者一啲唔必要嘅資訊流通咁樣。重則就係引起一啲不必要嘅恐慌。咁呢啲嘅因果業力成負就比較無謂啦，係啦。咁所以有啲措施咧去阻止呢啲嘢嘅發生，我認為係合情合理嘅。至於點解呢一份 quiz 啊，呢份測驗佢可以達到呢個門檻嘅效果呢？呢個係我個人一廂情願嘅睇法啦，你可以話。咁我個人係咁睇嘅。你可以打開呢份 quiz，你會見到呢入面有啲八字嘅題目，有其他術數嘅題目。
咁你話佢係咪好難呢？即係要即刻起一支卦，起一課出嚟去睇下呢件事情嘅來龍去脈，跟住斷下吉凶咁樣？唔係咁樣嘅，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基礎嘅知識點。咁一方面呢，其實係確保咗大家嗰個知識儲備嗰個水平都係差不多。二嚟就係呢，其實如果你認真去查，全部都可以查到。咁如果你本來係唔識嘅，但係你有嗰個心去查嘅話呢，其實都間接證明咗你係一個潛心向學嘅人。而呢啲潛心向學啊、潛心修行嘅人呢，根據我個人以往嘅經歷啦，我發現呢啲人呢，其實佢份人唔會差得去邊嘅。咁我都好希望可以喺各位道友身上咧，發掘到一種慈悲心啦。我哋成日話學養啦，咁提升學養呢，我覺得往往都同慈悲心掛鈎嘅。所以好希望呢個群組呢，假設真係有人加入啊，可以作為一個以善為依歸，大家廣結善緣嘅渠道。唔知大家有冇加入喺其他嘅術數群組嗰度啦？我呢係有嘅。我自己本身係有參與喺其他術數啊或者易學嘅群組嗰度，咁發現到一個令人哭笑不得嘅現象呢，就係我哋當初呢係因為易學、因為術數嘅機緣而聚首一堂，但係去到後來呢，嗰個群嘅風氣呢，好似個重心並不在術數啊，並不在易學嗰度，而係喺一啲無意義隔空嘅對罵啊，喺一啲宏大敘事嗰度啦。簡單啲嚟講咧，鍵盤政治。咁呢啲鍵盤政治呢，其實對大家提升學養有冇幫助呢？或者更甚啊，可唔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個向上向善嘅環境呢？即係你可能鍵盤政治啊，今日就講下你幫邊一個領導人，我意思係公司嘅領導人，你幫一間公司嘅領導人呢，例如話係東方某個大企業嘅公司啊，起咗支卦喎，咁唔通嗰個領導人嗰個老細會同翻你講話，喂，係喎，你支卦起得啱喎，唔通佢會咁樣咩？係咪先？咁你今日就起支卦啫，聽日連卦都唔起咯，就開始鬧佢，就話誒佢低能嘅呢樣嗰樣呢樣嗰樣咁樣。咁又有啲人話唔妥你啦，佢又反擊，去到最後呢，就係舌劍唇槍，口沫橫飛。咁呢啲隔空嘅對罵產生嘅呢啲焦慮啊，呢啲戾氣啊，呢啲怨懟，其實係唔係大家想見到嘅一個場面呢？所以如果可以建設一個向上向善嘅學習環境啦，我個人係非常之樂意嘅。所以真係好希望呢一個係一個同大家廣結善緣嘅渠道。嗱，我頭先咪提及過呢，有考慮過呢一個收入群費嘅方案嘅。咁我係唔係想斂財呢？啲錢係咪落我袋嘅呢？其實就唔係嘅。我呢度講一講我最開頭嘅想法係點啊？嗱，唔知有幾多人聽到呢一度噶？可能已經聽到一半走晒都未定。咁我最開頭嘅諗法就係，錢係一個非常之世俗嘅玩意嚟嘅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多人思考過金錢嘅本質啦。咁我呢度唔同大家深入探討呢啲嘢啦。錢呢，大家講錢傷感情，而呢啲咁世俗嘅嘢你都可以跨過嘅話呢，咁我就可以相信你往後嘅討論呢，全部都係真誠嘅，而唔係講緊呢度同你講緊一啲好抽象、好離地，但係又好高大上嘅一啲概念。跟住5分鐘之後，我仲為緊個100幾十啊30-50蚊同人哋撒氣咁啊，即係個畫面會比較滑稽咯。咁啲錢我收咗之後，我最開頭嘅打算呢，就係我會將所有帳目記低，然後透明地公開。咁跟住我會影住我自己，將呢一筆錢有機會係你哋辛苦賺嚟嘅，亦都有機會係輕鬆得嚟嘅。我會影住我將呢一筆錢呢捐出去，可能係買飯盒啊，或者可能係就咁隨緣佈施出去咁樣啦。咁我好希望係有咁樣嘅，令到你哋知道哦，原來嗰個善呢，就係呢筆錢，即係善意啊，係作為呢筆錢最後嘅流向咁樣去流轉出去嘅。後來我就發現，喂，咁樣嘅行政工作量其實係非常之大，而且我亦都係同樣地需要去做呢個記嗰個入群連結嘅嗰個動作。
係啦，咁所以我就冇考慮採取呢個方案啦，就變咗係用呢個測驗啊，好似一個把關人嘅角色咁樣。咁不過我頭先都講咗啦，都唔係，其實你可以話我係一個把關人，但係我嘅姿態呢並唔係擺喺一個高於大家嘅位置嗰度嘅。當然啦，行善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往後如果有機會啊，大家真係喺唔一定係呢個群，或者係其他場所咁樣啦，咁可能大家一齊約出去做下善事啊，捐下嘢啊，派下飯盒啊，或者執下垃圾咁樣簡單啲，即係清下嗰啲石灘海灘都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呢啲往後再談啦。咁今集講呢個入群啊、開群嘅安排呢，就講到呢度啦。後面就唔知點解扯得遠得滯啦，就去講話叫人哋執垃圾。咁啊，呢啲都係後話，係啦。如果冇人入群嘅話呢，都係接埋噶啦呢個群。咁啊，再講一講即係其他發現到嘅一啲現象咁樣啦。就係我整理下嗰啲知識點呢，就發現開始比較抽象啦。即係如果我唔用命例，唔結合命例去整理嘅話呢，就唔係好容易可以去理解到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，我嚟緊要開始試錯啦。你冇辦法成世淨係聽先生講書，跟住你唔去考試，唔去應用噶嘛？你總會錯噶嘛？你咪從錯誤中成長咯，從錯誤中學習咯，係嘛？即係戴定頭盔先。咁啊，如果我識晒啊，我唔喺度拍片啦。咁啊，另一個位呢，就係都有啲位呢係會發現要講出嚟係比較難去拿捏嗰個度嘅。就例如話你流運咁樣啦，嗰啲咩流年流月做工入到嚟入唔到嚟嗰啲呢，你整理得啱就有機會係導致恐慌。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哇，掃下點解掃唔到嘅？個流年掃下掃唔落去咯喎，點搞啊？師傅好驚啊咁啊！如果我講得錯呢，又會誤導人哋，咁啊索性唔好講住。如果有埋個群呢，咁啊大家一齊交流下啲想法咁樣咯。咁起碼大家有個覺悟，就係即係知道哦，原來嗰啲學理係真係需要融會貫通咗之後呢，先好去應用嘅。我成日都會認為，你一個人潛心向學呢，你個人個學養同埋你個人修行或者自處啦、自我覺察嘅水平呢，亦都係會比起一般人嚟得高嘅。面對住呢啲咁樣嘅，即係如果你一遇到某個情形，你係覺得哇，好似會導致你一啲憂慮、有一啲心慌嘅話呢，咁我相信呢班道友其實呢班道友其實係有呢個能力去克服呢啲嘢嘅。即係如果話呢個係一個課題嘅話呢，就好似好 New Age 咁樣啦，或者咁講呢係一個主線咁樣啦，即係要理解、學習，最後去證實咁啊！呢啲嘢係人生嘅一個主線咯，一個主線任務咯。咁啊，呢個群你咪當係一個支線啦，有條暗線就係匯聚一班有善根嘅道友咁啊。咁啊，係咁樣咯，即係嚟緊會開個群，係啦。喺呢條片嘅最後呢，想講下香港喺今年2025年年尾發生嘅一啲事情咁啊。喺11月尾呢，大埔宏福苑就係一場好大嘅火災啦。呢件事係非常之不幸嘅。前後嗰幾日呢，喺唔同地方都有大小小嘅火災嘅新聞。咁啊，我亦都見到，即係親眼見到有唔少嘅消防車係有出動到去救火嘅。事實上呢，我哋睇10月中左右啦，都開始有一啲某啲大廈佢着火嘅消息啊，甚至乎係片段啊咁樣。好多人就覺得係一種唔係咁好嘅兆頭。又有啲人話啊，赤馬紅羊啊，丙火進氣，因為嗰陣時丙戌月啊嘛。咁呢度就唔過多講呢啲啦，主要都係希望大家即係可以保持自我覺察，亦都對周遭嘅環境有一定嘅認知。行有餘力嘅話呢，透過合適可取嘅途徑去幫一幫其他人，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無事，大家保重。